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些毒物啊？那金线蛇培养不易，杀了可惜。毒物有什么好培养的？害人害己。可害人亦可救人，就看掌握在谁手中了。我看这几位蛇手并非恶人，就保下了这几条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大师兄，这青州穆家真如你们所说的这般有钱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刘杰，嘴巴张小一点，别丢了颜面。果然。